罗惠夫基金会长期关心自来面部有各样的囡仔，嘛当年举办儿童文学奖，鼓励各校的囡仔为绘本投稿。今年第25届的儿童文学奖以分享为主题，嘛伫今仔日举办颁奖典礼。然后呢，他在大草原上也有看见动物们在搬家。后来他就想说，为什么不能和动物们一人一半？今年3年的曲爱云以动物搬厝的故事做起头，完成这本你一半我一半爱护动物为主题的绘本，也得到罗惠夫基金会的儿童文学奖金奖。另一个今年2年的黄千佑也以分享食米的故事得到银奖。有一次在听 CD 的时候，他说，一棵树至少可以住2000多只动物。我想，如果把它砍掉之后，那2000只动物能住在哪里？以前有朋友不帮我抬餐桶，那个时候我刚好生病。所以我就想到这个故事，想告诉他们，分享是这么快乐的事。罗惠夫基金会长期关心民行生生有各样的罗干儿，也同年举办儿童文学奖，评选各小学生的绘本作品。今年第25届以分享做主题，有来自全台各县市60件作品参赛。用小朋友自己的话、自己的语言来诉说他们看见的世界，他们理解的尊重差异是什么。我们这套绘本在讲的时候，特别容易引起孩子们的回响，对，因为他们很能够理解这个故事里面讲的是什么，因为用的是跟他们同样的语言。基金会发现，透过囡仔的思考所创作的故事，更加会使互共缘的囡仔了解尊重、友善等等的道理。另外，这届2个得奖的作品，甲过去得奖的绘本同款，也会以成本的介绍出版实体册。记者郭不过张水台北报道。